来关心短短无到20年的时间，3款可能为人的新型冠状病毒出现三解。咱看到2002年发生 SARS 疫情，2012年也有 MERS， 另外去年底武汉有唔知什么原因的病毒性肺炎。世界卫生组织判断讲，这款的冠状病毒引起的疫情，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改变一解。医生嘛认为讲，病毒演变的速度伤过紧，甲中国精神市场卖坏的精神有关系，因为精神含人直接了后，想要来防疫，就要尽量莫去吸到动物，病院部分嘛要预防感染。他们的隔离政策有问题啊！SARS 捌伫咧台湾大流行，疫情快速传开，造成73个人死亡。还有 MERS，2015年扫过南韩，连带重伤当地观光。即马武汉阁出现唔知影原因的病毒性的肺炎，短短无到20年，出现3种会传染人的新型冠状病毒。医生认为，可能甲中国大陆外侵的市场有关系。只要人跟动物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呢，那新的病毒就有可能从动物跨物种到人身上来。动物还没卖掉一下，就一直住在菜市场里面，可能会甚至住好几个礼拜。那这些动物就会变成一个感染的来源。病毒演化的速度恐惊已经加速啊！医生表示，会感染人的冠状病毒总共有6种，其中的4种敢若会造成亲像是小可感冒的症状，但 SARS 甲 MERS 却是会引起严重的呼吸系统的疾病，亲像是2002年逼出来 SARS 病毒是按夜婆甲果子肉传染予人的，死亡率将近1成。另外，对中东来的 MERS 传染的源头是对鹿岛来的，死亡率更较悬，将近3成。世界卫生组织研判。冠状的病毒引起的疫情有周期性，要安怎有效来防止伊传开，已经是一个重点。冠状病毒我们就知道说，人跟动物的界面还有院内感染是最重要的，所以第一个人不要去接触动物，尽量减少接触。第二个呢，一旦病人出来跑到医院去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做非常高规格的感染控制措施。医生嘛坦白讲，面对新型的冠状病毒，目前无确定的治疗方式，敢若会当采用支持的疗法，疏解病人的无爽快。若治疗的药物甲疫苗研发推估，可能搁要几多年的时间才会当完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